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梅子风台，下晡2点半已经将南部列入了上警戒区，市府灾害应变中心马港部进行立即开设。对此，市长赖清德提早结束日本参访的行程，返来坐镇，同时针对到要放假进行气象静止的研判。面对梅子风台侵袭，台南市政府灾害应变中心26号下晡2点半就成立立即第一阶段开设，37区嘛同步设立。市长赖清德提前结束日本参访行程，返来台南坐镇，嘛拄好近年来2摆出国拢拄着风台。因为每一个行程的约定都很久以前就安排好了，像你要安排跟知事、跟市长见面，如果没有相当的时间都没有办法。但是台风的兴起常常都是短时间，然后它就产生了，所以但是在冲突之下，我们还是要选择回来，跟市民一起面对台风，这样我们比较放心。赖市长下晡3点半嘛来到灾害应变中心，听出气象局生态风灾中心所收集的气象资料甲分析，以及上局对着风台准备。而面对顶一个莫兰蒂风台放半工假所引起的民怨，市长才做出回应。这个完全是要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如果说应该放假，我们就放假。那如果没有达到标准，那当然一定要上班上课。那如果是早上达到这个停止上班上课，或是下午停止上班上课，这个我们都会再另外做考量。那原则上呢，我们是以市民的安全为最优先。同时，市府嘛表示，将针对多处风台拢中和重水的影空甲领导地区，将全力加强防灾措施。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进前受到莫兰蒂风台影响，安南区30公顷的甘蔗园因为泡水倒去，不过市府农业局却无现场勘查提报财损。立委陈廷辉24号特别邀请农粮署去会勘，希望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帮助农民渡过难关。根据统计，安南区种甘蔗的面积有40公顷。但这个受到莫兰蒂风灾影响，大约有30公顷因为泡水倒去。虽然区公所有报农业局勘查，但却无列入财损补助。立委陈廷辉24号邀请农粮署甲相关单位会勘，希望政府单位重新评估判定，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现场咱来看的时阵，今仔我特别邀请咱农粮署的台南分署长落来看，这伊的根本拢打去啊！这完全是无法度修成的。咱的所有学者专家来讲，这无属于伫这劳损的范围。我相信农民完全无法度去忍受这种的看法。所以今仔特别要求咱的相关单位，第一点，咱甘蔗的认定农损的标准一定要调整，一定要用现实实况认定的方式来做处理，袂使只是用纸面来看伊的问题来做判断。那安尼时阵，我相信农民伊的艰苦拢无法度得到补助。原本11、2月才会当收成的甘蔗，因为倒去的无大，加上倒去了被鸟鼠啊加过，就会枯死。依照受灾面积，只要超过2成，就符合天然灾害救助标准。立委要求农粮署邀集专家再度现勘，并且对着倒去的、甲积损的重新判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会计划要召开临时会，进行议长的补选。上午第2届定数委员会本来是要确定议长补选甲定期会召开的日期，不过因为国民党拒绝参加，实际出席的人数犹原无过半。定数委员会再次宣布流会，造成议长补选的日期到目前为止也是无法度定案。台南市议会伫上午10点半排定召开临时委员会，不过却再度因为人数无过半来宣布流会。对此，国民党团书记长蔡永辉强调，
这次定数委员会主要是要探讨临时会议长补选的相关事项。因认为临时会的议长只是要补选议长，再加上议长的人选已经被市长赖清德所干涉，所以无法度认同，所以拒绝参加今仔日的定数委员会。因为怎么产生议长，我们不希望市政府能够过分的干预介入。按第一届、第二届，我想大众媒体报道蛮多。我们市长这只手都有介入到议会的选举，议会是一个监督机构的法定代理单位，我们不希望严重破坏民主机制的这种做法。刚刚讲，我们不能任由市长予取予求，议会我们的议长的产生由他来决定，那这样就严重的破坏我们不容易建立的民主的机制哈。针对定数委员会再度因为人数不足，第二摆流会，民进党团表达遗憾，也谴责国民党团故意抵制定数委员会的做法，因为利用定数委员会来影响临时会的召开，根本就无符合民主原则。用掉会考虑是不是由代理议长来担任大会主席，进行议长补选。大会怎么可以被这个程序委员会凌驾？这其实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那因为程序委员会的流会被杯葛，那大会因此不能召开，我想这基本上是违反民主原则。所以议会其实该好好的思考，是不是由代理议长来进行召开临时会，来促成临时会的开成哈。民进党团表示，伫9月19号迄天，因就已经完成25位议员的人数，议会应该伫10天内召开临时会，也就是上班伫9月30号迄天就继续召开。台新闻站山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推广观光工厂发展协会甲台南市观光协会共同合作，将产业界观光工厂的游览行程结合府城观光号召优惠，提供更加优质多元的观光品质。台南市目前国内观光工厂成长发展上好，成立上济城市，所以这摆总共19间观光工厂业者第一摆加入台南市观光协会府城观光号召平台，期待早予民众一个优良的观光方案。那我们的观光工厂呢，19家这次提出非常好的一些优惠哦，在我们的这个稿子里面有。那像微笑馆啊、和平纺织、唐福印刷创意馆这些都有提供免费的门票。那其他的观光工厂呢，提供9折或者是 DIY 或者是购买商品，打非常多的折扣。所以呢，游客买这个观光护照呢，一起谈点。那更特别一提的是，我们创新技术服务基金会呢，这是知道我们有这个创举的，一起来加盟，提供了数百份的这个奖品，只要由3家的观光工厂就可以来我们这一馆领这个纪念品。所以这也要感谢创新这个技术服务基金会林执行长特别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奖品来加盟。如何带着他的会员这些朋友走出去？今天为什么开这记者会呢？因为今天的记者会的影片要放在哪里？要放在统联客运高速巴士2000多台的车子上面播放，365天24小时播放我们观光工厂。所以爱台湾芝麻小拍画一个，观光工厂爱感谢伊，当然开钱，因为伊恶势力我不得不接受，你知道无？府城观光号召已经连续发行14档，今年第15期的观光号召，除了过去的小食、景点甲带房的优惠以外，这摆嘛连下台南市19间观光工厂，提供相关的观光购物优惠。民众对这内容如果有兴趣，会当上经发局的网站查询相关资讯。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第10届爱在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东区的初赛24号展开。比赛当中出现真侪组家庭组来报名，甚至一家伙仔共台车拼的局面。最后东区的国语组甲台语组分别由戴玉峰甲苏金玲来拿下第1名。
第十届爱在社区卡拉 OK 东区初赛24号暗时伫大安东百货广场展开，国语组加台语组总共50人参赛。会中包括东区区长吴明熙、市员创全以及东区里长联谊会长柯俊雄等一个贵宾，拢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所以我见证咱三观龙乡主生会使讲在地企业对咱发挥的在地精神这个提供较好这个优质的一个PB 卡拉 OK 歌唱比赛连续10档这实在讲一个企业会使登记互咱的社区，互咱的里民乡亲有这个机会伫台顶来表现一下安尼啦真正不简单。双子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就这样子能够义务能够提供这样的频道，让我们社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让我们一展歌喉那这样的话延续了10年，你知道这要付出多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销跟这个费用。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个好的企业能够这样的帮忙。东区参赛者当中出现一个家庭做报名，有母仔囝，嘛有姊弟仔，甚至一家伙4人做伙报名，车拼局面。最后成绩出炉，台语组前3名，第1名苏金玲，同时包办最佳舞台造型甲最佳魅力；第2名戴慧茹，第3名杜松哲。国语组前3名，第1名戴玉峰，第2名严静怡，同时包办最佳舞台魅力；第3名陈梦章，最佳舞台造型则是苏玉华。东区初赛实况对10月1号开始，伫第4频道卖分段完整播出，请观众按时收看。第一新闻综合采访报道。遐关节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教育部奖励大学教学倒挖计划，委托成功大学成立的云嘉南区域教学资源中心，昨当来成果丰富。24号举办成果发表会，总共有13间学校做伙分享昨当来绩效甲成果。教育部为了改善大学重研究轻教学的现象，为昨当前推动大学教学倒挖计划。并且成立云嘉南区域教学资源中心，希望借着区域联合观念，将大学的资源做跨校整合，发展各校多元特色。今天来了，我们透过一些教育部的这样子一个经费的支持，然后来让整个区域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交流更加的和谐，然后我们也透过这个成大的本身一些力量，来带动整个区域的教学的整个成长。好，所以我觉得过去整个部分呢，在云嘉南这个部分，我想
至少我们已经达到一个对于各校之间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所谓的互信的一个平台，课程的部分的交流。那未来的部分呢，我们更希望去朝向一个所谓的区域联盟的部分这个部分去做发展。我们希望能够把成功大学的经验，还有包括我们区域这些尤其是教佐，或者是甚至没有达到教佐，他们也有很多很好的特色。透过这些特色呢，我们能够把这些特色整合起来，然后把它发展到我们整个区域里面，然后让整个我们南台湾，尤其是云嘉南这个地方的亮点，能够在全国甚至是全世界都被呈现出来。这届成果发表主题定做10岁10岁转出新世界。现场除了静态海报展，也有多姿多彩市集活动。有介大学学生创业区的生卡球系列产品，甲阿里山的乌龙茶酒，中营大学的防蚊罩，甲动物大游行面具制作，修复大学的甜品、手工饼，甲马克杯、胸章转印站等等，充分展现国校多元发展成果甲特色风貌。电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教师节对老师表达感谢的方式有真侪种。桂林各校校长甲家长会都受到邀请，4种热灵的师傅来为老师热灵，疏解压力，慰劳老师的辛苦。为着慰劳平常时辛苦教学的老师，互因伫教师节来到的时阵，也会当暂时放轻松，疏解压力。桂林各校特别邀请到台南市热灵职业工会为学校老师热灵，作为特别的教师节礼物，来提供视障者一个工作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面对教育环境，确实，老师会承受比较多的一些压力。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老师可以有抒压的一个这样的感觉哈。我想这边非常谢谢我们家长会、我们郭会长跟我们所有的委员来支持学校办理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也感谢了我们贵人国小的老师们这一年来的一个辛劳。老师们也很辛苦，然后想借由这一次的活动，让老师他们能抒压，带动就是现在年轻所谓的9453的一个概念，让老师他们很放松。借由这次教师节的活动，让他们放松这样子。唔免出去外面，就会当伫学校内底享受到热灵的服务，未少教职人员拢纷纷来体验，并且有真好的评价甲反应。觉得我左边这边，它两边在按的时候，觉得左边这边会特别的痛。可能是左边那边的有一些那个累积的乳酸可能比较多一点，也许可能是按平常的一些姿势不正确，或者怎么样用力过多然后请他按摩一下，结果按摩以后，我觉得有舒服多了，整个人感觉好像精神变好了，好像把一些不好的气推出去，感觉比较轻松一些。看到这个教师节礼物这么受到好评，桂林国小家长会表示，未来将会规划更加创新多元、无同款的活动，来慰劳辛苦的老师。台新闻架山王子豪采访报道。台港社区香草梦工坊在教育部青年署的补助之下，25号暗时举办一场草地音乐会。邀请6间大专以后的社团为社区居民带来环保意识的歌曲，同时甲志工互动，希望借此予年轻族群来认识台港社区。为了让更加侪年轻族群认识台港社区芳草故事，这届草地音乐会特别邀请6间台南地区大专以后吉他社，以自然健康甲环保为主题，唱出台港地区居民对这片土地坚持。我们学校有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教育部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的案子这个案子就是要让青年进入社区就刚好借这个契机，我们就进到大港社区帮他们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主要是希望说借由这个，因为我们有邀请6所吉他社，借由吉他社每一所吉他社这样来表演，吸引各个学校不同的年轻人来大港这边了解大港这边的这个香草产业的故事。现场结合志工大会，除了免费芳草的饼甲芳草茶，互到场民众一边享用一边听音乐。现场阁设有芳草商品的摊位，也阁有参观游戏、翕相活动，陪伴市民度过一个欢乐的暗暝。电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40。
市府为了提升守望相助队的机能，25号伫圣母庙头前的广场举办一场示范观摩会，总共有守望相助队222队到场，参加人数大约600人。其中亚洲演出的保护总队更加成为注目的焦点。但是105年守望相助示范观摩会25号下晡伫土城圣母庙举办，由淡市副市长颜顺泽主持。摆用咱市222个守望相助队当中，并干积优的34个队伍，伫本年度并干特优，才由六甲区六甲里摕下第1名的好成绩。社区巡守队的这个朋友，因为恁来自社区，社区每一个坎站你拢非常清楚，每一条巷仔、每一个街路，拢是恁细汉大过这个所在。啥物人入来这个所在，咱拢随了解。所以根据咱的统计，有社区巡守队有守望相助的所在，伊的案件特别少。守望相助队伊所发挥的功能，毋是个安尼尔，有一寡包括整理家园，咱去年天到这个时阵呢，大家嘛是拢非常用心，会当讲是咱社会上的、咱社区内底的一个团结这个力量。守望相助队执勤机能演练伫会场嘛展示交通指挥、逮捕机卡、反诈骗演练等等。其中上届精彩，则是由警政署保护总队学员操演，马上成为全场的焦点。握手，这些是警察综合逮捕数的应用。所以讲，远亲不如近邻，社区巡守工作需要热心的民众积极参与才有效果，而且警察甲民众密切合作，共同维持治安甲经济繁荣，才会当互咱成为安居乐业的安全城市。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铁路地下化虽然伫今年8月9號伫内政部道委会已經通過採用行政院協定的版本，但是到即馬卻一直無法度動工。25號下晡到10月為青年朋友手揢的標語，分別伫後火車站、甲青年路的平交道上演快閃行動，呼籲施工單位要馬上動工。近10萬名青年朋友25號下晡手揢的標語，分別伫後火車站甲青年路的平交道頂面上演快閃行動。伊希望鐵路地下化工程要盡緊動工，因為都市發展甲市民安全攏袂當等。施工單位袂當因為部分反鐵路地下化擴張，就一直無動工，所以因分做兩邊，一邊伫後火車站也標語宣示，另外一邊伫青年路的平交道。趁着火車通過時陣，也標語向過路人宣示支持鐵路地下化盡緊動工。前後過程只有短短無到15分鐘，表達完就全部離開。台南新聞民間採訪報道。為了安置鐵路地下化，拆遷戶所興建的照顧主體，目前已經起到8樓，都發局預計上半伫明年底就會當完工。而且建商也提供無共格局的主體，互拆遷戶來做選擇。目前已經有183戶完成登記購買。位於成山路鐵基路邊的鐵路地下化照顧主體，總共4棟，預計地上15、地下2層的建築物，即馬已經興建到8樓。市府都發局預計上半明年底就當完工進駐。这边的话，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讲，就是它的交通非常的便利，在我们整个基地的后方，就是靠近大同路跟生产路的一个交叉口呢，它就是以后我们铁路地下化之后的一个南台南地下化的一个南台南站。那针对我们的住户来讲的话，它就算说，从我们沿线搬过来到这个地方，可是在生活机能上，它也是非常的便利。那这边也靠近我们高铁非常近，大概车程大概只有10分钟。好，那这边离像说奇美博物馆，还有说石鼓文化区，它都会公园这个地方都在10分钟的一个距离。那我们这个案子来讲的话，我们
这4栋来讲，它在房型的一个设计上，它大概有分32、47跟50坪3种坪数的规划。那我们在生产路的接待所来讲，在现场也有盖了这3个房型的一个样品屋，提供给我们拆迁户来做参考。这样子，都发局表示，目前登记购买总共201户，在全部符合资格255户当中，已经有8成左右。其中因为部分的产权佫也未完成协调，甚至部分考量主体实用性而放弃等等，总共完成有183户。而第2阶段选买部分，都发局也将马上办理。今日新闻年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26日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